咱台灣真出名的換肝醫生陳耀利介紹到患者去到中國換器官，說因為違反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和醫學倫理規範，經過法院的判決和醫生庭解審議了後，衛福部決定廢除伊的醫師執照，國內的頭一例。手驗麥故事真敖講，台灣換肝的名醫中山醫學大學附設病院的前副院長陳耀利，伊真濟擺做國內病人去中國接受器官移植的中人，經過司法的判決和醫師庭解審議，衛福部決定要來廢除陳耀利的醫師執照。嚴重的違反醫學倫理以及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所提到的醫師人員是不得仲介，他嚴重者呢，廢止醫師執照。中華地檢署在2022年接到檢舉，講陳耀利做中人介紹9位病人去中國換肝腎，對內面賺1466萬，但是患者在手術了後，刷一個攏過身。2024年照違反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來起訴，一二審攏紅判2年的徒刑，加罪5年，而且要納500萬予公庫，專人閣會當上訴。中山府醫師發聲明強調，陳耀利是在中華基督教病院任職的期間犯案，無法度評論案情。2024年底已經改副院長的行政職提掉，衛福部行政處分了，已經停聘。中醫表示，陳耀利2022年約滿都無國聘，已經是上嚴格的行政處理。那我們那個時候已經將陳耀利徹底自本院體系剔除。那本院是在法規賦予雇主的權限內，在當時已經盡速而且合法的做出最嚴厲的行政處置。衛福部表示，講過去是要有偽造檢體、詐領保險和涉毒這案件廢止醫師執照的。陳耀利是因為非法做器官移植的中人，方直接廢照，是台灣第一例。台中市衛生局是表示，持續透過病院的獨到科學、法規的宣導和醫療品質管理這機制，提醒醫療機構和醫術人員要遵守相關法令和規範。記者綜合報道。